好，睇下呢條點做啦。第一條就要化簡呢一個嘅 expressions 啦，將個答案咧用正指數表示。咁咪先抄題目一次先啦。嗱，咁我哋要做咧就係將呢個出面嘅呢個4次方咧就乘入去裡面。咁咧下一步咧就會變成係 P 嘅-3乘4-12，跟住 Q 2乘4 8，然後 P -5次方，然後 Q 咧就正4次方。嗱，你見到啦，分子分母咧都有啲負數次方嘅，我哋點樣變翻做正次方咧？就係將佢喺分子分母調位。本身咧 P 嘅-12次方咧擺咗喺分子，我要將佢變成 P 嘅12次方咧，就將佢跌落分母啦。然後就係見到啦 ，P 嘅-5次方咧就本身係分母嘅，我將佢咧擺翻上分子，變咗 P 嘅正5次方。其餘嘅 Q 嘅8次方、Q 嘅4次方唔喐。跟住啦，我哋就做約簡啦。嗱，先睇 P， 分母有12個 P 相乘，分子咧有5個 P 相乘。OK， 咁所以啦，我哋就係睇下分子同分母邊度嘅 P 多啲。咁分母嘅 P 就多啲啦，多幾多個咧？多7個啦，就係將12減5啫。咁所以啦，分母剩翻7個 P 相乘，我哋就係 P 嘅7次方喺呢度。另外啦，到 Q 啦，分子有8個 Q 相乘，分母有4個 Q 相乘，所以啦，經過約簡咧，分子咧就仲有4個 Q 剩翻喺度，8減4等於4，咁所以我哋寫 Q 嘅4次方咁樣啦。P 嘅7次方就擺分母，咁咧呢條數咧就叫做完啦。第二條 make A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嗱，見到呢一句咧，即係話啦 ，A 咧就要擺喺等式嘅左邊，右邊咧就有一堆嘅 expressions， 而呢一度咧就係冇 A 嘅。OK， 得唔得？唔可以有 A 存在嘅。好啦，咁我哋就可以睇下點樣做啦。首先寫咧題目先啦，5 A 減 4B 等於3A 加2。咁我哋咧就將個5咧就先乘入去括號裏面啦，變咗5A 減。嗱，留心啦，呢個5咧除咗乘俾 A 咧，仲要乘埋俾-4B 嘅，所以啦就會係得到-20B 咁樣咯。好啦，然後後面啦，3A 加2照寫。跟住啦，我哋又要將有 A 嘅就擺喺等式嘅左邊啦，盡量就所以變咗5A減 3A。右邊啦，我哋咧就將呢個嘅-20B 咧就搬去等式嘅另一邊，變做正20B 咁樣。然後啦就照寫翻加2喺度啦。好，然後啦5A減 3A 兩個 A， 右邊20B 加2。嗱，呢度咧有個特別之處啦，就係你發覺啦，每一個 term 咧都係雙數，有個 common factor 2嘅，所以就可以將呢一條嘅方程式咧全式除2，咁就會剩翻左邊得翻一個 A 啦，右邊咧就係10乘 B， 然後2除2咧就係1，A 咧等於10B 加1。咁第二條咧就做完啦。第三條因式分解 A 同 B。嗱 A 呢度咧，你見到咧望落好複雜4次方係咪？咁其實你又唔使太驚嘅，因為啊你見得到呢3個 term 咧，其實有個 common factor x square 嘅，所以你可以抽個 x square 出嚟先。咁咧括號裏面就剩翻2x square 加 xy 減 3y square。嗱，有啲同學咧，佢咧就見到後面咧就係啲2次方嘅 expression 咧，就用計數機啦，諗住下，咁可以嘅。不過你留心啦，你用計數機撳咧，用嗰個 quadratic formula 咧，你出到嚟個答案咧，會出到啲係咩-3 over 2啊、1啊呢啲咁嘅數字嘅。OK， 咁你要自己執翻靚啲正負啊，就變咗係2x，本身係減3，你要變咗加3，然後補翻個 y 俾佢，因為有兩個未知數。OK。
你用 quadratic formula 撳出嚟嗰個咧係個 root 嚟嘅，但係你而家要嗰個嘅 factor 啊嘛，所以個正負號咧要轉一轉。第二個啦就喺呢度咧一個 x 乘翻x 減 y 咁樣啦，本身係正一啊嘛，掉咗過去變咗負啊 ，OK， 咁啊呢個先叫做完咯。當然你話你唔用計數機個 quadratic formula，你直接用 cross method 咁都冇問題。到 part B 啦，有6個 term 啦，望落好複雜啦。咁但係其實你細心啲留意下咧，頭3個 term 咧就已經係 A part 嘅嘢嚟㗎啦。所以你直接用翻 A part 結果咧就可以㗎啦。咁當然啦，抄寫要啲時間啦。好，咁頭3個 term 咧，你見到咧就係可以直接用翻呢個結果。咁啦，後面啊，你見到啦，有-8、-4、正12，咁有4呢個嘅 factor 啦，咁咪湊-4啦，然後就剩翻係2x square 加 xy 再減3y square。咁你見到呢一嚿咧，咪即係同呢嚿一樣咯，咁咪一樣又可以再用到 cross method。所以咧表面就好難，其實細心啲咧咁就 OK 㗎啦。當然啦，都比較長啦呢一條啊。好啦，咁你見到啦，而家啦就有明顯兩堆 common factor， 黃色呢個common factor 嚟嘅。咁你將 common factor 咧寫前面，剩翻咧嗱黃色呢啲 OK 寫出喺前面啦。好啦，咁剩翻冇俾人抽到嗰啲綠色呢啲咁點啊？咁樣就擺喺後面嘅括號度啦。x square 減4咁樣啦。做到呢度咧差唔多完㗎啦，因為咧你就要做多步嘅，就係將 x square 減4咧再 factorize。所以就俾2x 加3y 乘 x 減 y 再乘 x 加2乘 x 減2啦。咁樣咧先叫做完呢條，比較長。第4條啦 ，round off 嘅題目有3個問法㗎。第一個係 round up， 一定進位。嗱，佢去到 nearest 100，咁8位喎，8位即係呢個啦，5啦。跟住我哋要睇嘅咧係下一個1。既然 round up 咧就唔使諗啦，一定進位，所以啦 A 咧就直接咧係寫5變6㗎啦，6、8。嗱，有同學咧就咁樣點000補埋後面呢啲，咁就唔啱㗎啦，因為咧佢去到最準確嘅8位啫，你加埋後面點3個0咧，就代表咧有6個式 fit 㗎啦 ，OK， 所以 A part 就咁寫68得㗎啦。B 啦 round down 517.468到一個 decimal place， 一個 decimal place 喺呢度啦，然後就睇下啦，呢個6使唔使進位啦？咁咧呢個 round down 啊嘛 ，round down 即係話啦，一定就不進位 ，OK？ 嗱，唔係落一格喎，係唔進位啫 ，OK？ 得唔得？重複一次啊 ，round down 咧係講緊不進位，唔係叫你減1啊嚇 ，OK？ 咁所以啦，你個答案咧就直接寫517.4，咁就 OK 噶啦。咁 part C 啦 ，round off 啊，4入啦，517.468到3個式 fit 啊。第1、第2、第3個式 fit 喺度，咁所以啦，跟住你要睇呢個4啊，4使唔使進位咧？咁樣樣4係唔使進位嘅，因為4寫5入，所以你答案寫517就 OK 噶啦。又係啦，你千祈唔好寫點000啊嚇，咁樣寫咧就代表有6個式 fit 噶啦。OK， 我要3個式 fit 啫，咁樣517就 OK 噶啦。第5條化簡呢一個嘅分數。嗱，非常之多同學咧就好懶惰咁咧，直接咧就將呢兩個嘅分母咧就拍埋去乘啦咁樣樣，然之後咧分子就做一個好肉酸嘅 expressions，咁即係好少同學咧係正式叫完成到成條嘅啫咁樣樣。正確嘅做法係點咧？就係你首先你要將分母各自 factorize 咗先，唔好咁懶直接乘埋佢。所以做法如下。就係
將呢個分母 x square 減 3x 減10咧，就 factorize 變做 x 減5乘 x 加2。嗱，有同學咧，佢用計數機嘅 quadratic formula 咧，就出到兩個數字，一個5啦，一個負2。咁佢就寫 x 加5 x 減2，咁啊錯嘅，因為你依家唔係計 root，你依家要個 factor， 所以你要個正負值相反翻嘅。後面都係啦，經過 factorize 之後咧，就係 x 減5乘 x 減7咁樣嘅。嗱，跟住有個特別之處啦，你唔好就咁直接乘埋佢啊！你睇下個分母先，個分母嘅特別之處就係大家都有個 x 減5呢一個嘅 factor 喺度 ，OK 得唔得？大家都有個 factor 咧，你寫一次得㗎啦，唔使寫晒兩嚿嘅，寫一次得㗎啦，一嚿 x 減5 ，OK。好啦，咁跟住啦，剩翻冇嘅咪寫 x 加2 x 減7咁樣咯。好啦，咁我用幾隻顏色筆油一油啦，譬如啦 x 加2咧，我用綠色 ；x 減7咧，我用黃色。咁你睇下本身啊，第一個份數啊，7就除呢個嘅紅色同埋綠色，咁即係仲爭嚿黃色啦。咁所以你咪要乘嚿黃色俾佢啊。OK， 乘嚿黃色俾佢。好啦，到第二個份數啦。本身第二個份數咧，個分母有紅色同黃色，咁即係爭個綠色啦，咁咪要乘個綠色俾佢咯。咁樣咧先叫做係最正式做個因式分解啦。然之後我哋就將個分子咧就拆括好運算，7x 減49加 2x 加4。嗱，分母你就唔好乘開佢啦，由佢。好啦，由佢之後咁點咧？咁樣，咁咪化簡個分子咯。7x 加 2x 9x， 負49加4負45。嗱，記住個分母咧，雖然冇喐過，但係你要照寫㗎嚇。OK， 有啲同學做下就冇寫個分母，唔知點解嚇。你記住一路你做緊分數，分子啦，抽個9出嚟。好多同學咧就唔知點解無啦啦個9唔見咗嘅。記住你而家係抽 common factor 啊嘛，你唔係就咁做除9啊嘛，你係抽 common factor。抽 common factor 之後嗰個 factor 仍然存在嘅。我重複一次嚇，你而家係做緊抽 common factor。抽完個 factor 之後咧，個 factor 仍然存在嘅，未消失嘅。跟住你抽完 common factor 之後咧，有另一個 factor 真係要消失啦，就係邊個咧？就係呢個 x 減5啦，因為你發覺到有個新嘅 common factor 出現咗，咁樣就真係做咗一揀啦。呢個 x 減5咧就真係消失咗啦，所以餘下嘅就會係9響分子，分母就 x 加2乘 x 減7，咁樣先叫做完。第6條啦，關於 ratio 問題。假設 A、B、C 係 non-zero 啦，或者 A、B、C 都不等於0嘅，3A 等於5C， 同埋俾咗呢個份數你啦嚇，15B 加 14C 除 6A 加 3C 等於2，揾翻 A 比 B 比 C。嗱，呢度咧絕大部分同學咧，佢發生嘅錯誤咧有兩個。第一就當咗咧 A 咧直接係3份，C 咧就當咗係5份。嗱，咁咧就有問題啦。你諗下啦，3乘 3K 係 9K 啫，5乘 5K 係 25K， 兩邊係唔相等噶嘛。OK， 咁所以啦，你就唔可以就咁見到啊，個 A 黐住個3喎，咁咪3份咯。個 C 係黐住個5喎，咁咪5份咯。唔係咁樣諗，係應該調翻轉。你要將呢個嘅 3A 等於 5C 咧，就用一個少少嘅技術去處理佢，就係兩邊咧除翻 LCM， 即係15。咁你會得到一樣嘢，就係叫做 A 除以5等於 C 除以3。嗱，呢一個咧先係正式嗰個嘅 ratio 嘅解釋，就係 A 咧除5，即係代表咩啊？A 可以分做5份
右邊 C 除以3代表咩咧？就係 C 可以分做3份，即係話啦 A 佔5份 ，C 佔3份，得唔得？好啦，所講嘅常犯錯誤2係乜嘢咧？就係啦，好多同學咧就直接咧 A 等於5，C 等於3，嗱你咁寫即刻0分噶啦，冇分噶啦，因為 A 佔5份啫，唔代表 A 等於5呢個數值嘅。A 可以係10噶嘛 ，C 可以係6噶嘛，咁咪10比6咪一樣5比3咯。譬如 C 可以，譬如 A 係500，C 係300，咁除出嚟都係5比3噶。所以啦，你就唔可以單純代 A 等於5呢個咁絕對嘅數值嘅。咁你可以點樣去做個調節咧？咁樣樣你要咁樣寫啦。A 咧就係5T，你用 K 都得嘅，冇所謂嘅嚇。C 咧就係3T 3份。呢個 T 咧就代表佢佔幾多份嗰一份個數值。咁當然啦，呢個 T 咧就係 non-zero。咁你就將 A 係5T，C 係3T咧，就代翻落去呢條式度。15B 加14乘翻 3T over 6乘翻 5T 再加3乘翻 3T 等於2，嗱咁樣計。OK， 好啦，咁分母啦，6、5中30，30加9 39，39掉過去乘2即係78。呢邊咧就 15B 再加14乘3 42個 T。好啦，咁 15B 就係等於翻78個 T 減42個 T， 即係36個 T。好啦，兩邊你見到有 common factor 噶嘛，咁就係除咗3先啦，咁即係 5B 等於12T。如果之後 B 咧就係12T over 5啦。好啦，咁你就可以寫 A 比 B 比 C 啊。所以 A 比 B 比 C 咧，記得啦 ，A 佔5份 5T。B 咧就係12T除5，C 咧就係3T。首先咧個 T 可以約走佢，因為佢係 non-zero 嘅，就係變咗5比12 over 5比3。好多同學咧做到呢度就收工啦，唔得嘅，你一定要將佢化簡。咩叫化簡啊？就係呢3個數字咧，第一要整數，第二冇 common factor， 1以外嘅 factor 係唔應該要有嘅。所以你要做咧就係乘5，就變成係25比12比15，呢個先叫化簡完畢。嗱，如果你係答有啲同學咧嘅答案係咁嘅，75比36比45呢個咧係冇分嘅，因為你未約揀完。OK， 另外啦，有啲同學答呢個嘅5比12 over 5比3咁樣，呢啲咧都係冇分嘅，因為啦12 over 5就唔係整數。OK 啊，跟住到 part B 啦，就係要揾 2B over A 加 C。2B over A 加 C， 咁就比較易啦。OK， 咁你就係 let A 佢係佔25份，咪25K 啦。B 12K，C 15K， 而其中咧 K 係不等於0嘅。好啦，咁啊代啲數字落去啦。2B over A 加 C， 即係2乘 12K。25K 再加 15K， 估翻住佢啦。咁咧就出到 24K over 40K。K 咧就 non-zero 約得，24除40唔係最終答案，你要約揀3 over 5，呢個先係最尾答案。好，咁呢條咧就做完啦。好啦，第7條就要化簡呢個 compound 嘅 inequality or。嗱，我話咧呢度嘅意思咧，唔係話講緊你隨便計其中一條喎，你兩條都要計晒，然之後最終咧將個答案咧結合在一起，得唔得嚇？咁所以啦，就逐條嚟啦。咁第一條咧，有同學咧就見到啦，solve 粒星咁即係咩意思啊？係咪淨係 solve 後面嗰條啊？唔係啊，係要 solve晒兩條，然之後將個答案咧結合啊嚇。
OK， 唔好咁傻啊！見到後面粒星星咧就係黐住 4x 細過等於24啊，淨係 solve 後面嗰條，唔係，係兩條都要 solve 啊！慢慢做最緊要，唔好心急。做呢啲題目咧，通常一心急咧就會搞亂咗啲正負號噶啦。慢慢嚟。嗱，一般嘅運算啊、拆括號啊、移項咧，咁都係同一般方程式一樣嘅。咁只有一兩個情況咧，就令到個不等式嘅箭嘴要相反翻嘅啫。OK， 咁而家就討論下啦。嗱，負5咧，成個乘入去咧，就變成係負5x減10，跟住照樣寫一大個 x 加8啦。你拆括號咧，個箭嘴唔使轉嘅。OK， 好啦，然之後啦，你咧就將呢個嘅 x 咧搬過隔離減，變咗5x減 x。另外啦，就將呢個嘅負10咧搬去隔離加8，應該係8加10。個箭嘴咧一樣唔使轉嘅，得唔得？移項啫，加減數啫。好啦，跟住負5減1，即係負6，咁樣啦。8加10就8啦。嗱，幾時先要轉嗰個不等式嘅方向咧？留心啦。如果你兩邊係牽涉到乘負數，或者兩邊同時除負數咧，譬如今次兩邊除負6喎，咁個箭嘴咧就要相反啦，所以就變咗做負6除負6，約咗啦，得翻個 x 啦。呢個時候箭嘴要相反啦，然後18除負6負3。OK。好，咁咪叫做完第一條不等式啦。嗱，你想做第二條不等式，你想點樣表達好咧？你其實呢度中間動條線，代表我分開嘅，最初係分開做嘅，臨尾先結合埋個答案嘅啫。嗱，呢個就要好多啦，兩邊除正4，4係正數 ，OK。咁個箭嘴咧就 keep 翻唔使喐，即係 x 咧。就仍然維持翻細個等於負24除正4負6咯。所以啦，就有兩條嘅不等式答案 ，x 細過負3，x 細過等於負6。嗱，跟住啦，你又要好小心啦。你個圖畫出嚟嘅話咧，係會計分嘅。所以你有兩個選擇，第一，你畫落草稿度。OK， 第二，你真係畫落份正式試卷度咧，你用鉛筆。OK， 如果唔係佢計埋你分，你又畫錯咗咧，咁就好濕滯噶啦。好啦，喺個草稿度點咧？畫條數線先，唔好急，畫翻個0先。雖然題目冇俾0，但係你自己畫翻個0做個 reference，做個參考點。負3同負6，咁你會知個大細啦。負6係偏左細啲嘅。好啦。我哋先睇第一個嚇，嗱 ，x 細過負3，OK， 紅色即係呢邊嘅，得唔得 ？x 細過負3，空心圓形 ，OK， 空心圓形。第二個。x 細過等於負6，呢度實心圓形，即係包埋負6。好啦，而家係我話啊嘛，咁咧就代表住乜嘢咧？有線覆蓋到嘅就得㗎啦，你唔需要你嗰兩條線有冇重疊，有覆蓋就要㗎啦。OK， 得唔得？咁所以嗱，由細過負3開始就已經有線重疊緊㗎啦，因此啦，臨尾個答案咧就好似食埋嗰個 x 細過等於6咁樣樣，所以你整翻支筆出嚟先。所以 x 細過負3，嗱，嗰個答案咧就好似食咗 x 細過等於負6咁樣樣。其實係代表緊乜嘢啊？係代表緊我攞緊重疊嘅答案啊！冇重疊嘅答案啊！攞緊冇重疊嘅答案。
OK， 因為由 x 細過負3開始咧，已經有線到噶啦。我唔理你有冇重疊 ，OK， 成個範圍要晒，成個有線覆蓋到嘅範圍都要晒。Part B 要攞翻最大嘅整數，又要符合呢個不等式，即係話又要細過負3，又要最大嘅整數。其實即係講緊啱啱細過負3嘅整數，就負4啦。咁條數咧就做完。好，跟住啦，呢一條就係關於百分數嘅題目啦。好啦，咁啦有個嘅小飾物，佢嗰個嘅售價呢條300蚊，然之後啦就8折賣出去。8折賣出去之後咧，都仍然咧係睇先嗰個嘅定價就係講到明咧係比 cost price 成本價咧 set 高50%，即係話咁樣啦成件事。個售價就300，好啦，而嗰個嘅 mark price 咧，同呢個 selling price 嘅關係係乜嘢咧？就係話啦 ，mark price 打個8折，就係嗰個嘅 selling price 300。好啦，另外嗰個嘅 cost price 同 mark price 嘅關係係乜嘢咧？就係話啦，嗰個嘅 cost price 咧乘1.5就係個 mark price。因為佢話 mark price 係比個成本價高1.5 ，OK？ 咁 A 啊，咁點揾翻個 mark price 咧？咁樣，咁你就可以寫啦，就係 let M be the mark price。let M 係個 mark price。0.8乘 M 咧就係300。M 咧就計到係375啦，咁所以加翻答句，所以 mark price 就係375啦，多啦。B 啦就問賺咗定蝕咗咧咁樣，咁你計翻個成本價先啦。Let C be the cost price， 假設 C 係個成本價。咁所以啦，將 C 乘翻1.5咧，就係個 mark price 375啦。C 咧就計到係250。好啦，成本價250，賣出去300，你就寫啦，因為300大過250，所以 profit is 50蚊，賺咗50蚊啦，唔得。咁當然啦，你就話啦 ，it gains 50蚊，用翻佢嘅字眼賺啦。咁條數就做完啦，簡簡單單嘅百分比題目。好，第9條啦，咁就係關於 similar triangle 同 congruent triangle 啦。咁就睇翻啦 ，FG 就瞓喺 AC 同 BC 嗰度。咁啊，將呢個嘅AC 延長就去到 D， 然後啦 FG 延長咧就去到 E，FG 平衡 AB， 加翻啲符號先啦。CF 長 7.5，AB 長17，AC 長15，FD 都長15。咁其實咧就會見到啦 ，AF 即係7.5，CD 都係7.5。A 就佢寫低一對嘅 similar triangle 啦，OK， 咁其實都好明顯㗎啦，就係呢個細三角形 CFG 相似於三角形 CAB， 咁你知道咧，其實咧就係講緊三個 A 原因啦。因此啦，我哋就去計翻 FG 嘅長度咧，其實用翻普通嘅邊長比例得㗎啦。FG 就對翻 AB， 另外啦 CF 咧就對翻 CA。Corresponding sides of similar triangle。FG 咧其實就即係 CF 7.5除 CA
15，再乘翻 AB 17，即係8.5啦。咁寫翻啦，8.5。Part B 就話啦 ，FG 等於 GE，咁即係 GE 都係8.5啦。然後就叫你證明三角形 ABC 同埋三角形 FED 係全等。OK， 好啦，咁 Part B 啊。咁首先啊，我哋就知道啦，題目俾啲資料你嘅 AC 同 FD 都係15。AC 等於 FD 等於15。Given。另外啦，我哋就知道啦 ，FE 咧就等於8.5加8.5，即係17。OK， 亦都即係等於翻 AB。OK， 好啦，跟住第三啦，就係有呢兩隻角相等，同位角就係 angle。睇翻嗰先 ，dot FE 等於 angle CAB。原因 corresponding angles AB parallel EF。好啦，兩條邊相等加埋個夾角相等，咁你就可以得出結論啦。呢兩個三角形咧，其實就係 congruent。所以三角形 ABC is congruent to 三角形 FED。原因 SAS 啦。咁呢條數咧就做完啦。第10條關於 polynomial 嘅題目，咁啦。而家就話啦，有個嘅 polynomial f(x) 咧，佢就俾 x 減5除嘅時候咧，嗱呢個就係個除數啦。個雙數係幾多咧？雙數係呢個。另外啦，個餘數係幾多咧？就係 k。嗱，你一見到呢一句嘢咧，其實你已經咧可以即刻寫呢件事噶啦。f(x) 佢俾 x 減5除嘅時候，佢個 quotient 就係呢個。餘數係 k， 成件事就咁嘅啫。如果你寫翻直式啊，即係咁咯。f(x) 俾 x 減5除，佢嗰個嘅 quotient 喺呢度，跟住中間做餘數就係 k， 即係咁嘅意思。直式就係咁啦。好啦，咁 express p(x) in terms of k， 好啦，你有 f(x) 啦。P(x) 即係咩啊 ？f(x) 加1。咩叫 f(x) 加1咧？咁首先你要知咩叫 f(x) 先啦。f(x) 即係話呢啲位全部都係 x。咁而家你 x 加1啊嘛，咁就紅色嗰啲位咧要全部變晒做 x 加1咯。其實即係咁啦。咁第一個個括號啦 ，x 加1減5咪即係 x 減4啦。跟住啦，後面就有個 x square 啦。然後啦 ，x 係點睇咧 ？x 加1 all square 佢有個 2x，2x 減18x 減16x。然後有個 constant term 咯，有個1嘅 square 1啦，1加32減18咪即係14。咁樣搞掂啦。好啦，當然你話我使唔使要乘開佢咧？咁樣啦，理論上咁樣都 OK 嘅。咁啊，我如果睇翻 marking scheme， 佢要你爆開晒佢咧，咁你就照爆都冇乜所謂嘅。x 3次方啦 ，x square 點嚟咧？有個負16x 乘 x， 然後就有個負4x square， 咁所以就變咗負20個 x square 啦。跟住到 x 咯，14乘 x， 跟住有個負4乘負16，即係64加14，78咁多個 x。
到 constant 啦，-4乘-14即係-56，所以加一個嘅 constant k 減56咁樣啦。Part B 就話啦，已知 Px 係 divisible by x 減7啊，望到呢一句咧就好好使啦。呢一句即係話咩咧？P7等於0，咁你有條 equation 就計到個 k 㗎啦，基本上 ，OK， 就用翻個 factor theorem 嘅啫。所以啦，就直接咧攞住嗰個 A part 嘅 result， 直接寫啦，7嘅3次方減20乘7嘅2次方加78乘7。加翻呢個嘅 k 減56等於0啦。OK， 咁你就會計到咧 k 咧就係147。阿 Part C 就話啦，某人聲稱啦，所有 root of Px 等於0都係 real number， 同唔同意咧？咁樣樣，咁我哋咧就可以將呢個嘅 k 咧係147咧代翻落去。Px 等於 x 3次減20x square 加78x 再加147再減56 91。好啦，咁呢一個咧，你經過去 factorize 之後咧，你可以用呢個嘅長除法啦。佢一定有個 x 減7呢個 factor 嘅。OK， 嗱，然之後啦，到後面啦，有個 x square 啦。嗱，點樣出到個-20x square 咧？本身你就已經-7個 x square 噶啦，再要配多13個。到 constant term 啦，睇最尾呢個91，91除-7就-13咁樣啦。好啦，咁而家你就 set 呢個嘅 Px 等於0，咁你就會得到 x 減7乘呢個嘅x square 減13 x 減13等於0啦。好啦，即係 x 咧等於7，或者呢條式 x square 減13 x 減13等於0。咁你就用個 quadratic formula 真係計個 root 出嚟咯。13正負開方-13嘅 square 減4乘1乘-13。over 2乘1，咁 x 咧就會得到係13正負開方13嘅 square 169再加52，即係221，除翻2。嗱咁啊 real 嘅喎 ，OK， 唔好忘記咗個 x 係7啊。嗱，雖然佢開唔到方啫，但係佢 real number 嚟嘅 ，OK， 你就寫啦7逗號。13加開方221 over 2逗號13減開方221 over 2 are all real numbers。OK， 所以 Px 等於0咧，全部嘅，所以 Px 等於0 with all real roots。所以 agree，OK， 得唔得？要講得好清楚，得3個 root， 3個都係 real number，OK。第21條啦，關於呢個 variation 嘅題目，已知 S 咧就 partly vary， 見到 partly 咧，你唔使諗噶啦，一定多過一個嘅 variation constant 噶啦。第一 part 就同 t square， 咁你可以寫咧。S 咧等於 AP square 先啦，第一 part。另一 part 就同 T 成正比，就加 B 乘 T 咯，咁樣。當 T 係4，S 係32，咁所以你就可以咁寫，32等於 A 乘翻4嘅 square 加 B 乘4。第二條咧就係39就等於 A 乘-3 all square 加 B 乘-3。好啦，兩條式，咁你咪變成8等於 4A 加 B equation 1。第二條式咧就係13等於3A 減 B equation 2。兩式相加，7
A 等於21，A 係3，A 係3之後啦，就計埋個 B，13等於3乘3減 B，B 咧就係-4。咁所以 S 就直接可以寫做係3即係 A 啦個 T square 減4個 T， 咁咧就叫做完個 part A 啦。part B 就問啦 ，S 係7嘅時候 ，T 可以係幾多？咁咪好自然嘅 quadratic equation 啫。3T square 減 4T 等於7。咁啊，典型嘅 quadratic equation 就出現啦。咁就 factorize 咗佢啦。T 減加1 3T 減7。T 咧就係-1，或者 T 咧就係7/3啊。咁兩個。個 part C 啦，part C 煩少少啦，就問 S 可唔可以細過-2？S 可唔可以細過-2？咁樣。咁我哋就試下真係代呢件事落啦。S 細過-2先代表咩意思咧？3T square 減 4T 細過-2。3T square 減 4T 加2細過0。其實啊，佢問緊可唔可能 S 細過-2咧？即係話佢問緊呢條 equation 有冇 solution， 跟住個 T 有冇解啊 ？OK， 好啦，咁咧你就可以撳一撳計數機嘅，撳一撳個 delta， -4 bracket square 減4乘3乘2咧，你發覺出到咧係-8嘅，個 delta 細過0嘅。即係話如果你將嗰個嘅 quadratic expression 3-4正2擺落去個計數機 formula 01嗰度嘅話咧，你發覺係 math error， 即係話你冇揾唔到 x-intercept 嘅。咁如果冇 x-intercept， 代表咩意思咧？呢度咧就考你個圖像概念啦。佢冇 x-intercept， 而 t square 嘅 coefficient 咧係3，係正數，即係佢個 graph 係笑嘅，個 graph 係 open upward。個 graph open upward 而又要掂唔到嗰個嘅橫軸嘅話咧，個情況就係咁，得唔得？個情況就係咁。咁代表咩啊？代表佢一直咧個 graph 咧點都會喺橫軸以上噶啦，點都喺橫軸以上，所以啦就冇可能咧有機會咧喺橫軸以下嘅。呢個細過0就代表咩啊？我想你希望佢個 graph 咧會 below 嗰個嘅 t-axis， 即係個橫軸 below 橫軸。你想咁樣樣 ，OK？ 記住你想咁樣，但係事實上係咩啊？佢永遠都喺橫軸以上，咁咧就即係代表咩啊？冇解，你揾唔到一個 t 嘅數值，令到個 graph 咧喺嗰個嘅橫軸下面。好啦，咁問題就係你點樣表達俾人睇冇解咧？咁樣樣，咁就睇我跟住紅色筆寫嘅嘢啦。你望住呢條式之後，你入落去計數機用 Formula One 3-4正2 math error 啊嘛，一 math error 嘅話咧就唔該你寫以下嘅嘢啦。個 discriminant 要寫俾人睇。首先個 delta 細過0先，即係話佢掂唔到個橫軸，佢掂唔到個橫軸咧唔夠嘅，你要加埋另一個 argument。另一方面 coefficient of t square 係3正數，所以 the graph is always above the horizontal axis， 係要
有呢個嘅 argument 1同埋呢個 argument 2，有晒呢兩個理據咧，你先至可以得出個結論，就係嗰個 graph 咧永遠都係橫軸以上。所以亦都即係話3t square 減 4t 加2大過0 for all real numbers t。對於所有 t 實數 t 嚟講，3t square 減 4t 加2永遠大過0，得唔得？亦都即係話啦，冇可能啦。所以 not possible for s 細過-2啦，得唔得？成個 argument 就係咁樣啦。所以啦 pass 呢條就辛苦少少。通常咧好多同學咧就做到math error 喎，就話 no solution， 其實咁係唔得嘅，得唔得？你做到佢 math error no solution 咧，你只係講到佢唔會掂到嗰個 horizontal axis 啫，但係你解釋唔到點解佢永遠都係大過0，得唔得？第12條啦，就關於呢個嘅 sum of root 同 product of root 嘅題目。嗱，當然你可以夾硬去計翻 alpha 同 beta 係幾多嘅，但係好明顯就佢唔想你咁啦。重溫一下啦 ，alpha 同 beta 呢條 equation 嘅 root 咧，即係話啦，佢可以寫個 factor form x 減 alpha 乘 x 減 beta 咁嘅格式 ，OK？ 而當你乘開佢之後啦，就會得到啦 alpha 加 beta 咧，其實就係負 b over a，alpha 乘 beta 咧就係正 c over a。喺呢條式咧，你會見到啦，所謂嘅 a 咧即係 x square 嘅 coefficient 1，b 咧就係 x 嘅 coefficient 正9，所謂 c 咧就係 constant term 正7。嗱，記住啦，你一定要係將條 equation 咧執翻做最 standard 嘅格式 ax square 加 bx 加 c 等於0，咁先至可以砌到個 sum of root 同 product of root 嘅。OK， 好啦，因此呢度啦 part A 咧，就算題目冇問都好啦，你就即刻寫翻 alpha 加 beta 幾多先？負 b over a 即係負9。alpha 加 beta 係負9。嗱，另外想提翻啦，呢個符號咧係 alpha， 唔係 a 啊嚇。OK， 係 alpha。OK， 呢一個符號咧係叫 beta， 唔係 b 啊嚇，得唔得？分清楚兩者嘅分別。好，繼續 alpha 乘 beta 咧就係 c over a， 即係7除1 7啦。好啦，咁啊跟住乘開佢啦。嗱，呢度咧好多同學咧就唔知點解乘錯咗，唔識乘開佢。咁點做咧？首先呢個 alpha 乘 beta 咁樣啦。另外啦 ，alpha 乘1 over alpha， 咁咪約咗咯。其實1嚟嘅啫嘛，唔使諗得咁複雜。到後面啦，1 over beta 乘 beta 又係啦，1 over beta 乘 beta 約咗咯，1咯，所以又係加1。到最尾啦，1 over beta 乘1 over alpha 就係1 over alpha 乘1 over beta 啫嘛。跟住下一步點做咧 ？alpha beta 加中間1加2啊，分子同分子相乘1乘1 1啦。分母 alpha 乘 beta 你咪照寫咯。好啦 ，alpha 乘 beta 係7啊嘛，擺翻個7落去咯。所以就好簡單啦，就計數機一撳或者心算啦，64 over 7。A part 就比較簡單。嗱 B part 辛苦啲啦 ，alpha square 減9個 beta square。嗱，你見到呢一類咧，如果係唔齊次方啦，我哋叫做咩叫唔齊次方啦？就係見到 alpha 咧就2次方 ，beta 咧就1次方。唔齊次方嘅話，你就好難一齊化簡嘅。通常遇到呢啲情況咧，我哋就可以用翻呢條方程式，原本嗰條方程式代翻 alpha 落去 ，alpha square 加9 alpha 加7等於0啦。點解啊？因為 alpha 係個 root 嚟噶嘛，係咪？好啦，我個目標咧就係要將個 alpha square 咧跌一個次方。將佢次方減少1，原來 alpha square 咧可以寫做負9乘 alpha 減7嘅，得唔得？呢個就係 alpha square 同埋 alpha 嘅關係啦。
咁仲有咩好處啊？你咪可以直接將 alpha square in terms of alpha 咯。所以我會咁寫啦 ，alpha square 減9個 beta 加2。呢個 alpha square 啊嘛，代翻呢個落去咯，見到嘛？咁等於負9個 alpha 減7減9個 beta 加2，呢個得唔得？跟住就再化簡啦，負9個 alpha 減9個 beta， 咁即係 common factor 係負9啦，抽出嚟乘 alpha 加 beta， 跟住負7加2負5。好啦，又嚟睇翻題目咯喎 ，alpha 加 beta 係幾多啊？負9啊嘛，代翻負9落去，負9乘負9再減5，負9乘負981減5 76，咁啊做完啦。A part、B part。第13條圓形問題，我呢個圖咧 O 咧就係呢個圓形嘅圓心 ，TA 同 TB 咧就係呢個圓形嘅 tangent， 個接觸點咧分別就係 P 同埋 Q， 角度 PRO 32度，另外角度 Boy QR 53度。A part 啦就要揾翻角度 ORQ 呢隻。嗱，好多同學犯咗一個錯誤，聽清楚，好多同學犯咗一個錯誤，就係以為呢隻都係32度。好多同學以為呢隻都係32度，即係覺得呢個嘅 OR 咧係個角平分線噶嘛，其實唔係嘅。咁另外啲同學咧，佢就諗住延長佢咯，直角咯，係咪啊？唔係嘅，冇呢個關係嘅，得唔得？所以啦，如果你一加呢條線，話係直角啊，或者話呢隻係32度啊，甚至你將佢啱住延長，話呢個嘅 TOR 成一直線呢一類咁樣嘅誤解咧，就即刻0分噶啦。因為事實 TOR 都唔係成一直線。OK，OR 延伸落去 PQ 咧都唔係形成直角嘅，冇呢回事，得唔得？所以啦，一有呢啲咁嘅諗法咧，顯示咗香港運算度咧就即刻0分噶啦。OK， 就算你話下面咁好彩有啲分數，或者有啲角度你幸運地撞啱咗咧，咁都係0分噶啦。呢個你要留意下。好，咁點樣做落去咧？咁咧，通常你遇到有關 tangent 嘅題目咧，你最傳統嘅做法都係由圓心加翻條線去到嗰個接觸點嗰度。簡單嚟講就係加條半徑落去。加半徑有兩個好處，第一，半徑同 tangent 係互相垂直嘅，得唔得？當然啦，甚至你醒目啲嘅話咧，你唔畫呢邊直角咧，你畫呢邊嘅直角，得唔得？第二，半徑長度係一樣嘅，咁你就有啲等腰嘅三角形出現咗。好啦，咁你點樣去計落去咧？都幾清晰噶啦。你加啱嗰條線之後咧，你發覺到啦，原來呢一隻就係90度減53度，咁啊即係37。咁另外有個嘅等腰三角形噶嘛，呢隻都係37。咁啊，基本上做完噶啦個 A part。好啦，咁你就寫啦。首先 angle OQB 等於90度，原因 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 跟住啦 angle OQR 就係90度減53度，即係37度。另外啦 OQ 等於 OR radius， 所以 angle ORQ 就等於 angle OQR 等於37度。原因就係 base angles
isosceles triangle 啦。A part 搞掂 ，B part 你要揾 PTQ。好啦，咁 PTQ 又點樣揾咧？咁樣嗱，呢度咧你就要用翻幾個特性嘅。第一就係用翻呢個嘅 tangent property，TP 等於 TQ， 呢兩個長度一樣，所以你就知道啦。呢度咧有個嘅等腰三角形 TPQ。好啦，咁另一個嘅難度係在於乜嘢咧？咁樣，咁你咧喺呢個嘅三角形 PTQ 裏面咧，你嘅終極目標揾呢隻啊嘛。咁即係話啦，如果咧你揾到呢一隻或者呢一隻，咁就 OK 啦咁樣。好啦，問題就係點樣揾啦？好啦，咁你就可以有以下嘅呢個方式。呢隻其實都係53度，呢兩隻個一樣嘅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OK， 咁所以啦，喺呢個嘅三角形 PQR 咧，其實你就可以係揾到呢隻角，得唔得？用翻呢個嘅 angle sum of triangle 揾翻黃色呢隻角。甚至有同學話：喂，唔使啦，既然你用得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嘅話咧，有第二隻仲快啦，唔揾呢隻。有同學話：我唔使揾呢隻，我綠色呢隻點揾咧？就係可以係呢一隻綠色呢隻，我游咗呢一隻，等於呢一隻加呢隻，得唔得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32加37，即係69，咁都可以㗎，咁樣仲快啲添。OK， 好啦，既然綠色下面呢隻係69度，咁即係剩翻呢隻都69度啦。然後就用翻 angle sum of triangle 咧，就揾埋剩翻呢隻，就係180減69，再減69，即係42啦。好，咁 part B 我哋寫咯喎。angle PQT 等於 angle PRQ， 原因 angles in alternate segment， 所以 angle PQT 咧就係69度。另外啦，你要先嗱，有同學有個誤會嘅，就直接咧 angle TPQ 等於 angle TQP， 然後呢個就 tangent property， 咁係錯嘅。你要先講 TP 等於 TQ， 呢兩條線長度一樣，係因為 tangent property。咁所以你先有個 PQT 呢個等腰三角形啫嘛。所以 angle PQT 等於 angle QPT 等於69度。咁呢個就係 base angle isosceles triangle 啦。好啦，咁跟住最尾就用翻呢個嘅 angle sum of triangle 啦，就係 angle PTQ 再加69度加69度等於180度。咁最尾咧 angle PTQ 咧就係42度啦。嗱，咁樣咧先至叫做做完啦。好，第14條就係關於呢個嘅 area and volume 嘅題目啦。咁我哋就睇睇個問題先。有個嘅 solid 嘅 metal right cylinder 圓柱體，底半徑係4。高咧210 cm 啦，用咗佢重新整做兩個 similar 嘅 cone。咁我唔知佢哋個大細啦。OK， 我當1大1細啦嚇。OK， 好啦，咁嗰個嘅細 cone咧就高16，大 cone咧高24。關鍵呢個啊，兩個相似嘅
A part 就叫你揾翻嗰個嘅細空嘅體積。首先我哋揾咗成個圓柱體嘅體積先 ，volume of cylinder 就係底面積派乘4嘅2次方乘210。咁咧就係3360個派個單位啦 cm cube。好啦，咁重點嚟啦，因為啦嗰兩個嘅圖咧係相似嘅 ，OK， 咁所以你寫啦 volume of smaller cone 就係將成大嚿3360咁多個派乘乜嘢咧？本身佢分咗兩嚿噶嘛 ，OK， 呢兩嚿咧佢哋嗰個嘅長度比例咧就係16:24。簡單嚟講咧，就即係2:3。呢個係長度比例喎 ，OK，L1:L2。好啦，咁佢哋嘅 volume 1比 volume 2咧，體積1比體積2咧，就係長度嘅立方。OK， 長度嘅立方，即係8:27。好啦，而家8同27分別代表細嗰個錐體嘅體積同埋大嗰個錐體嘅體積。咁你將呢兩個加埋啊，咪就係成個圓柱體嘅體積咯。所以成個嘅錐體咧個體積咧，你可以話細嗰個佔8份，大嗰個佔27份。兩個加埋咧就係呢個35份。因此啦，分母咧你就擺8加27。成個圓柱體就係35份啦。個細錐體佔幾多份啊？8份啫。所以啦，你就將呢個3360乘8除翻35，今日計到768咁多個派單位 cm cube。咁樣咧就叫做完個 part A 啦，計到細個錐體啦。part B 就話啦，某人聲稱 total surface area of the large cone 係起碼2700，同唔同意咧？咁你可以先計咗細嗰個嘅 total surface area 先。細個 total surface area 係點計咧？咁樣我哋就可以係先畫咗個圖出嚟，因為佢講到明細嗰個嘅高咧係16，個半徑我哋唔知 R 啦。OK， 好啦，我哋計咗個細 R 先，1/3乘 pi r square 乘16就係768派。咁我哋要計翻啦，768乘3再除16，144開方 R 咧就係12，之後啦呢個係12。咁你可以計翻呢個嘅 total surface area of small cone 嘅喎，total surface area of smaller cone 就係等於個底面積 pi 乘12嘅 square 啦，再加曲面面積 pi 乘翻12個 R 啦，再乘翻個 slant height 12嘅 square。加16嘅 square 開方，即係你嘅斜長。呢度高16啦，個斜長咧就係用翻畢氏定理啦。OK， 咁我哋好用計數機12嘅 square 加16嘅 square 等於再開方20啦。好啦，咁即係話 pi 乘12嘅 square 再加12乘20。
即係384個派咁多個 cm square。嗱，呢個係細嗰個空啊。OK， 但你要記大嗰個空啊嘛。Total surface area of larger cone， 因為細空同大空係相似嘅，所以啦，你就將細空乘翻咩咧？睇翻佢哋嘅長度比例咯喎。細空嘅長度同大空嘅長度係2:3，所以你揾佢嘅面積比例咧，就係將佢哋個長度比例咧平方，即係 area 1比 area 2咧，就係2嘅 square 比3嘅 square， 即係4:9。所以你將384派乘9除翻4，咁咧計到864個派。平方啦 cm square。好啦，咁你都要計埋個派係幾多嘅？864乘翻派2714幾？2714.33605。好啦，2714幾，提供題目俾啦，起碼2700喎，啱啊，大過2700少少。咁你要寫埋呢個啦。所以 agree， 無論你係計細嗰個先，再計大啊，定話直接求晒大嘅所有長度啊，都得嘅，冇問題。第15條啦，咁就係關於 log 嘅題目。咁啦，而家啦有個 graph y 等於 a 加 log x base b， 個 x-intercept of g係64，咁即係話啦，佢穿過嗰點咧就叫做64.0。另外啦，佢穿過第二點咧叫256.1，其實冇乜難度嘅啫，你代翻 x 同 y 係嗰兩個 point 落去啫嘛。OK， 所以都嚴格嚟講都唔係好關個 graph 呢樣嘢事，都係代翻啲坐標落去嘅啫。0就等於 a 加 log x base b，x 呢度咧就要代翻64啦。另外啦，1咧就等於 a 加 log 256 base b 咁樣啦。好，咁你見得到啦，我只要將兩式相減 ，equation 2減 equation 1，其實啦嗰個嘅 a 咧就減走咗，就變咗係 log 256 base b 減 log 64 base b。嗱，同 base 兩個 log，OK，而家係 log m 減 log n， 所以啦就將佢咧就縮成係256除64咁樣啦。256除64咧，即係4。1等於 log b base 4。如果你將佢變咗做 exponential equation 嘅話咧，即係話講緊 b 嘅1次方咧就係4啊。個 base， 然後右邊個就係左邊個係1啦，1就係個次方嚟嘅 ，b 嘅1次方就係4。咁所以咧 b 咧就係4啊。計完 b 係4之後咧，咁你要計埋個 a 嘅 ，OK？ 用邊條易計啲咧？用equation 1易計啲。0咧就等於 a 加 log 64 base 4。嗱，你點樣去處理64 base 4咧？咁樣樣，你撳計數機得唔得啊？就撳 log 64除 log 4，咁甩噶啦，得唔得？咁咧出到咧就係3。咁所以啦，0咧就等於 a 加3，a 咧就係-3，a 係-3之後啦。咁啦，佢話要 express x in terms of y 喎，即係 x 係個 subject 啊。咁寫翻啦 y 咧等於-3加 log x base 4，將個-3掉入去變正3啦。y 加3好啦，又係啦 ，y 加3咧係個次方嚟嘅。所以啦，4嘅 y 加3次方咧就係 x 咧就係寫做4嘅 y 加3次方。嗱，當然咧有少量同學咧佢會寫做 x 咧等於2嘅2y 加6次方啦，咁樣都 OK 嘅
OK， 即係你將個 base 轉做係最細咁解啫，咁都 OK 嘅。但係盡量變翻個整數同化到最簡咯，個原則就係好啦，第16條啦，咁係關於 quadratic graph 啦。佢咧就話有個 graph 咧就係呢個 y 等於 x square 減括弧 2k 減1 x 加4永遠 above x axis。嗱呢個咧就頭先嗰條嘅呢個 variation 咧有啲類似啦。總之而家佢有個 graph x axis 喺度，佢永遠喺橫軸以上。咁要有兩個條件咯。第一 open upward 咯，咁佢做到咗啦，因為 x square 前面 coefficient 係1啦，佢已經做到咗啦。OK， 條件1成立。條件2就係咩咧？要個 delta 細過0咯。所以佢叫你揾翻 k 嘅範圍咧，其實咧你只要即刻去 set 翻 delta 細過0就得噶啦，就變咗係個 b 負括弧 2k 減1咁樣 b square 減4 ac 細過0啦。好啦，咁你唔使覺得咁驚嘅。嗱呢度咧本身咧負，然後再 square， 咁即係變咗做係正先啦。所以啦，你直接寫呢度咧就變咗係 2k 減1 all square 減4 4 16細過0。嗱你心水清嘅話咧，其實你唔使乘開佢嘅，因為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咩啊 ？a square 減 b square 格式嚟嘅。你可以將佢 factorize 變做 a 加 b 呢個 a 啦，加 b 乘 a 減 b 啊，咁樣嘅可以 OK。你有目標去 factorize 佢啫嘛，得唔得？你乘開佢再撳機冇意思嘅 OK。所以就變咗係 2k 加3一個，然後另一個咧就 2k 減5咁樣一個。好啦，呢個時候咧草稿出場。你如果係當普通嘅 equation 咁計嘅話咧，你會計到 k 有兩個數值嘅，一個咧就係正5 over 2，另一個咧就係負3 over 2。嗱，記住今次個橫軸咧係 k 唔係 x 啊，今次個橫軸係 k 唔係 x。因此啦，你考慮嘅呢一條嘅 graph 咧，呢個 graph 咧就有兩個 x-intercept， 分別就係正5 over 2同負3 over 2。而佢嗰個 k square coefficient 咧係4，2 2如4，所以佢係笑口嘅，唔得笑口嘅。而你要細過0啊嘛，即係你想 below k axis， 即係想喺橫軸以下。你要個答案喺橫軸以下嘅話咧，咁就即係要呢個範圍中間呢度，亦都即係話啦 ，k 咧要係位於5 over 2同負3 over 2之間，得唔得？如果你又要揀要背嘅話咧，咁你就睇咯。細過0嘅即係要中間咯，攬住咯，得唔得？大過0嘅張開雙手要左右兩邊咯，得唔得？你咁樣去揀死記都得嘅嚇，但係你明個原理更加好啦。咁 A part 搞掂啦，知個範圍啦。B part 就話啦，然後就叫你判斷呢一條式啊係唔係是否啊 whether 是否永遠響橫軸以上咧？or not 是否啊嚇？好啦，咁你其實都照 check 翻啫嘛。OK， 其實你對翻呢位咧，正4一樣啦 ，x square 一樣啦。其實你就睇翻負7，然後呢個 2k 減1，負7等於負 2k 減1有括弧嘅。OK， 咁即係話啦，其實7咧等於 2k 減1，k 咧其實就係4。即係如果 k 係4嘅話咧 ，which does not satisfy， 即係佢唔符合呢個嘅範圍啊嘛，得唔得？所以 no， 即係佢有機會係橫跨到嗰個嘅 x-axis， 有機會走咗向下啦。我哋睇翻嗰個題目嘅設定就係咩啊？如果佢要嗰個嘅 graph 永遠喺上面 ，k 就要喺呢個範圍裏面，負5 over 2，負3 over 2同正5 over 2之間。但係而家 k 咧等於4嘅話咧，即係離開咗個我哋 A part 嘅範圍嘅話咧，就代表佢有機會走落去橫軸以下啦。
第17條關於圓形方程嘅問題 ，C 咧就係個圓形穿過03、40同 origin。好啦，咁你就畫翻嗰個十字架出嚟先啦。origin A03 B40。好啦，首先你知道呢個咧直角啦。好啦，跟住啦，佢咧就係會係有個圓形咧穿過呢3點。好啦，然後揾翻呢個 circle 個名叫 C， 都係大家 C。今日佢哋揾翻 equation of C 喎，咁樣點做咧？首先啦，你要知道啦 ，AB 咧就係呢個圓形嘅直徑。AB is the diameter of C， 所以 radius 咧就係 AB 嘅一半，1/2 of AB。咁用翻畢氏定理咧，呢條長3，呢條長4，即係 AB 長5啦。咁咧個半徑咧就係5/2，得唔得？另外啦 ，centre of C， 即係呢個圓形 C 嘅圓心咧，其實就係 midpoint of AB， 就係 AB 嘅終點，中間嗰點，所以就會得到咩？就係0+4/2，3+0/2。咁所以就會得到咧，就係2/3/2。有半徑有圓心，所以個 equation 咧 of C 就係 x-2 all square 加 y-3/2 all square 等於5/2 all square。咁當然你可以乘開佢嘅，就變咗做 x square 加 y square 減 4x 減 3y 等於0。呢個就係 equation of C 啦。是但一個都得啊。當然啦，呢個5/2 all square 咧，你要寫做係25/4先叫完整咯。你寫5/2 all square 咧，就攞唔到滿分噶啦。OK， 要寫25/4啊。B1啦就話啦 ，the straight line L is a tangent to C at A， 即係話啦，而家有條線咧就係掂住 A 咁樣 ，OK， 行過去呢條叫 L 咧就 cut 到嗰個 x-axis 咧，呢點叫 D， 佢揾翻 D 嘅坐標。好啦，嗱，表面上就係一個嘅坐標問題，其實你可以將佢變成幾何問題嘅。首先啦，藍色呢條直線 L 咧，就同紅色呢條嘅直徑 AB 咧係垂直嘅 ，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OK， 因此啦，其實你可以將佢想像成為一件咁嘅事，將佢化簡成一個嘅直角三角形 O、A、B。AB 咧，我用翻紅色畫啦，咁樣呢條。另外啦，呢度 L 穿過 A， 然後啦 cut 到呢個位咧叫 D。嗱，呢度直角啦，因為係個 XY axis 啊嘛，得唔得？好啦，跟住呢度成直角啦，你要講翻個喎 angle DAB 等於90度，解釋翻啊 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 講翻呢件事。嗱，跟住寫翻啲長度落去啦 ，OA 長3，OB 長4。嗱，你要揾翻 D 嘅坐標啫嘛，其實你揾到 DO 嘅長度咪得咯，即係話你假設 DO 嘅長度係一個未知數 T 咁先算 ，OK，T 咁先算。好啦，咁你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手揾到嗰個嘅 T 咧？咁樣嗱，有個小巧妙嘅，有咁多直角三角形咧，用一招 triangle。用 triangle 幫你手，咁 triangle 可以點樣幫到你手咧？咁樣嗱，我假設呢隻嘅
叫做 theta。Let angle ADO 等於 theta。好啦，跟住你就會可以睇得到咧，其實呢一隻都係 theta，所以 angle OAB 咧都係 theta。咁有咩好處啊？你用 triangle tangent theta 咧，可以寫做3除 t 係咪？如果喺呢個細三角形 ADO in triangle ADO。另外啦 ，tangent theta 咧，亦都可以寫做4/3。考慮過右邊嘅三角形 in triangle OAB 得唔得？因此啦，你就可以寫啦，3除 t 等於4/3。t 咧就係9/4啦。好啦，你計到 t 嘅長度係9/4之後，咁又點啊？咁樣，咁你可以寫翻 d 嘅坐標啦。所以 d 嘅坐標咧就係、記住係負數，因為佢係喺呢個嘅 y-axis 嘅左邊。OK，y-axis 嘅左邊。好啦，計到 d 嘅坐標啦，最尾佢問咩咧 ？B2 就問三角形 OA boy， 即係右邊嗰個啦，同三角形 ADB 成個大三角形嘅 area ratio。好啦，咁唔係好難計嘅啫。B2 area of triangle OAB over area of triangle 成個ABD， 用翻底乘高除2咯。OAB 面積2/1乘3乘4，ABD 嘅面積1/2乘個底。個底係幾長咧？T 係9/4啊嘛，長度啊嘛，9/4加4。高咧3 ，OK 得唔得？所以啦，簡單嚟講咧，就兩個三角形有相同高度，約咗呢啲，咁剩翻啦就化簡4肯分子9/4加4，撳計數機9除4加4 6.25， 4除6.25。咪變翻做分數，0.64變分數，16/25。好啦，咁咧就叫做完啦。第18條關於 triangle 嘅題目，咁啦，而家啦 PQR 咧就係一個嘅三角形嘅紙，咁 PR 就長30，QPR 就97度。PRQ 就52度，因為要計翻 QR， 咁唔係好難嘅啫，呢度30啦，咁呢隻就97度。另外啦 PRQ 咧就52度，咁即係剩翻呢隻咧，其實就係180度減97度減52度，即係30度。咁所以你用翻 side rule 啦，揾 QR。QR 除翻對住嗰隻角97度 ，sin 記得 sin 97度，就等於另一條邊30，除翻佢對住嗰條邊，對住嗰隻角 sin 31度，咁樣咯。QR 等於30乘 sin 97度除 sin 31度，咁啊撳計數機，30 sin 97除 sin 31，今日計到57點幾啊，等於57.8139483，咁所以 QR 咧就係57.8 cm 啦，free sig fix。
跟住就到呢個嘅 Part B。Part B 就係話啦，已知呢個嘅 PR 同個地下成20度。嗱，點樣去定義呢件事咧？如果有其中一點係 above 嗰個嘅 ground 嘅話咧，咁你點樣 define 嗰個嘅 angle 咧？首先由 P 呢度，好似佢跳樓咁樣，垂直跌落去個地下嗰度。OK， 垂直跌落個地下度。咁佢都有俾你嘅 S is the projection of P on the horizontal ground， 即係咩啊 ？P 如果直接垂直跌落去地下嗰度嘅話咧，地下呢一點咧就叫 S 啦。咁我20度向邊啊？咁樣就係我要將 S 同 R 連起先，而呢個嘅 PR 同 RS 形成嘅呢隻紅色嘅夾角咧，就係20度啦。OK， 咁所以而家揾翻 PS 嘅距離咧就好直接啦，就係將20呢隻度數嘥咗佢，sin 20度就等於個高度 PS 乘翻 PR 30。因此啦，我哋寫邊個 B1 啊？B1 PS 咧就會係30乘翻 sin 20度。10.2幾10.2606043，所以啦 PS 咧就係10.3 cm。嗱 B2 啦，就揾翻呢張卡紙同個地下之間嘅夾角係幾多？嗱，因為你已經咧就有呢個嘅 PS 啦 ，OK。咁而家啦，我要點樣定義翻呢張紙同地下之間嘅夾角咧？咁樣你就要喺呢一度咧加條線，就係第一由 P 垂直跌落地下就 S 啦，跟住就由 P 呢度畫條垂直線喺塊紙板度畫條垂直線，去到 RQ。嗱，呢一個接觸點我哋叫 T， 個接觸點叫 T。OK， 咁你嘅任務咧就係要揾翻 PT 先。好，咁你話咁嗰隻角喺邊度啊？咁嗰隻角咧就喺呢度啦。我哋將 TS 連起，咁你會見到一個三角形 PST 嘅 TS 就喺個地下嗰度，跟住 PT 咧就係個斜邊。另外啦，紅色虛線咧嗰個 PS 咧就係個高度。PST， 咁 B2 要揾嘅嗰隻角度 theta 就係呢隻啦，得唔得？咁我哋研究下啦。PS 我哋啱啱揾咗啦，係 B1，而我哋亦都可以咧透過大三角形 PQR 咧揾到紫色嗰條線嘅，因為紫色嗰條線咧其實即係嗰個三角形嘅高度嚟啫嘛。我哋可以用翻 PRT 咧，用我52度同埋30度就幫你揾到噶啦。咁我哋就 B2 會咁寫 B2 in triangle PRT。咁紫色咧就係嗰條嘅高度啦。PT， 另外啦，側邊呢度咧就係個 R。好啦 ，PRT 呢隻角就52度 ，PR 就長30。呢個直角啦，咁你就可以計啦。PT 即係紫色嗰條，其實等於30乘翻 sin 52度。嗱，你呢刻唔需要撳散佢住嘅，因為啦，呢個唔係我哋終極嘅答案。OK，
我哋要做嘅就係咩咧？就係揾埋呢個嘅 theta 得唔得 ？In triangle PST 嗱 PS 咧就係嗰條虛線嘅高度啦，跟住啦紫色嗰條咧就係嗰個嘅斜線啦。PT 另外啦，綠色嗰條線咧就係響地下嗰條。OK， 呢點咩叫 P？ 打到地下嗰點咧就叫 S， 跟住啦呢度咧有點咧叫 T。嗱 PT 咧頭先揾咗啦，就係30 sin 52度。OK， 另外啦 PS 咧頭先已經響第一 part 揾咗噶啦，呢一隻咧就係個 theta。咁你要講清楚 theta 係乜嘢嘅 ？Let theta 等於 angle PTS。The required angle 就係個 theta 啦。你要揾嘅就係 theta， 因為 theta 咧就係講緊嗰塊斜三角形同地下之間嘅夾角。咁所以你就可以去寫啦 ，sin theta 其實就係 PS 嘅長度。PS 幾長咧？我哋要用翻上面個結果10.26幾呢個10.260603，再除翻30 sin 52度，即係個對邊紅色呢個啊，紅色呢個對邊 PS 除翻紫色呢個 PT。OK， 好啦，咁首先撳咗左邊嗰堆右邊嗰堆數字先啦嚇，撳肉酸 sin theta 係幾多咧？咁就將呢個10點幾呢個咧就除翻30 sin 52，咁啊出到0.4幾嘅0.434029792。好啦，咁跟住咧就要係揾翻 theta 咯喎 ，shift sin 佢咯喎 ，shift sin， 咁就係25.72幾啦，25.7235740.8，咁所以講翻 angle 啦 ，the angle 就係25.7度啦。好，跟住咧就到呢個 B3 揾翻 SQR 嘅面積。嚟揾 SQR 嘅面積咧，其實就唔難嘅。RQ 就係個地下 ，TS 其實就係嗰個三角形嘅高度，得唔得？因為根據三垂線定理 ，PS 垂直個地下，而 PT 係垂直嗰個嘅 PQ， 所以由 PQ 呢條 T 呢條拉你點去 S 咧，呢度都會垂直嘅，得唔得？所以我哋就可以先揾咗 TS 嘅長度，然之後就再用翻三角形嘅面積底乘高除2就得㗎啦。所以第三部分，我哋咧就揾 TS。TS 咧其實就即係等於翻呢個嘅 PT 30乘 sin 52度，再乘翻 cosine theta。咁呢個 theta 係幾多咧？咁你代翻落去啦。OK， 代翻個數字落去，代晒成個
25.72357408度。好啦，跟住你就去寫咯喎 ，area of SQR 就係1/2乘 TS， 即係嗰三個人嘅高，綠色筆嗰個嚇，睇唔睇到？綠色筆個 TS 嘅高，再乘翻 QR。好啦，咁 QR 係幾長咧？咁樣我哋睇翻上面啦，57.8幾。QR 57.8139813713727密讀機啦，0.5乘30 sin 52，再乘 cos 25.72357408，然後再乘翻57.8139481327咁答案就615點幾。咁樣 round of specific 616 cm。specific 好啦，咁呢條咧就叫做完啦。好啦，到第19條啦。咁咧 A、B、C 3點咧就係喺我嘅平面坐標嗰度 ，G 咧就係753，即係個 centroid。好啦，咁成個圖嘅解釋就係咁啦。A 唔知喺邊，跟住 B 10/20，C 咧就大約呢度啦，8/8。G 咧就係7/5/3，簡單嚟講就係由呢度拉個 median， 呢度拉個 median， 呢個 G 7/5/3，跟住佢就話啦 ，AG 等於2個 GM 咁樣，M 咧就係 BC 嘅 midpoint 咁，然後揾翻 A 嘅坐標，其實唔難嘅。咁你就叻 A 呢個坐標咧就叫世界 A 世界 B。嗱 centroid 個公式係點咧？就係將3個 vertex 嘅坐標加起，除翻3，就係 centroid 嘅 x 坐標。OK， 所以唔使諗到咁複雜嘅，咁就即刻可以計翻 A 係幾多啦。A 咧就係1。好啦，咁跟住啦，到世界 B 啊，一樣做法啫。B 加10再加-8除翻3，就係 5/3，即係 centroid 嘅 y 坐標。簡單嚟講，就係將呢個 vertex 個3點嘅坐標加起除翻3咧，就係個 centroid 嘅坐標。好啦，咁咪計到 B 咧就係3，所以大家 A 嘅坐標咧就係13。OK， 到 part B 啦，有個 point P 係個 moving point。A 到 C 嘅距離，唔係 P 到 A 嘅距離等於 P 到 C 嘅距離。Equal distance from A and C， 即係話 PA 等於 PC。
咁咧佢話個軌跡咧就叫做伽馬。咁呢就好典型㗎啦，題目嚟㗎啦，就係、首先你要做咧就係 let 翻嗰個嘅 P 呢點咧就叫 XY。然後啦，題目俾嘅要求就係 equal distance from A and C， 即係 PA 等於 PC 啊嚇，得唔得？用翻 distance formula，x 減1 all square 加 y 減3 all square， 呢啲咪 PA 嘅長度，開翻方，等於嗱 PC 喎 ，OK 就係 x 減8 all square 加 y 減負8，即係 y 加8 all square。好啦，第一步你見到兩邊都有個大開方根啊嘛。咁就好正啦，可以兩邊 square 整咗個開方根，平方咗佢兩邊。然後啦，兩邊爆開晒佢 ，x square 減2x 加1加 y square 減6y 加9等於 x square 減16x 加64加 y square 加16y 加64。然之後你全部要劈晒左邊，7x。減11y 減59等於0，所以加埋就係呢個啦。7x 減11y 減59等於0，咁樣啦。咁畫翻嗰個圖咧就係乜嘢嚟嘅咧？嗱，其實咧，如果紅色筆呢一個咧就係講緊加埋咧係 AC 嘅垂直平分線，呢就係加埋 AC 嘅垂直平分線。得唔得？好啦，跟住啦 ，B2 就問咩啦 ？Describe the geo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伽馬同 AB。嗱，留心，佢唔係問緊伽馬同 AC 喎。嗱，10個9個咧都答錯呢 part。10個9個咧都寫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咁就錯啦。因為嗱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C 就啱。但係佢問 A boy 喎，隔離嘅喎 ，A boy 喺隔離嘅喎，咁你就去諗啦。既然又唔係 perpendicular bisector，咁同 AB 有咩關係咧？你攞啲 graph paper 去畫一畫個圖咧，都估到咧，應該係平衡啦咁樣樣。咁所以啦，唔該你做一樣嘢就係 check 下個 slope。B2 slope of gamma。咁你頭先已經係揾咗條 equation 㗎啦，咁你就即刻執翻個 slope 出嚟啦，就係7/11。另外啦，另外有 A、B 兩個 point 㗎嘛，你咪寫咯 slope of AB。你又計一計佢個 slope，就係 y 坐標相減除 x 坐標相減，發覺又一樣喎，因為兩個 slope 一樣。所以佢兩個關係咩咧？平衡啦。Gamma is parallel to AB， 唔得。好啦，跟住到 B3 啦。假設伽馬搣到 AC 嗰點咧叫 H， 呢點叫 H。另外啦，佢搣到 BC 嗰點咧叫 K。揾翻 HK。同 AB 嘅關係有個比例，好啦，咁你就留意下咯喎。而家啱啱先至講完 AB 同埋呢個伽馬咧係平衡，咁你睇下發生咩事？我哋就再畫靚呢個圖。AB 喺呢度 ，C 喺呢度，跟住。呢個伽馬，呢點叫做 H， 呢點叫 K。嗱，伽馬同 AB 平衡啊嘛，加翻個箭嘴先，即係話呢嘢都係直角啦。既然平衡嘅話，係咪？好啦，咁咪有嘢睇咯喎。伽馬係 AC 嘅垂直平分線，所以呢兩字一樣，得唔得？好啦。而家你見到有兩個 similar triangle， looks that triangle CHK
similar to triangle CAB。原因係咩啊 ？AAA 得唔得？你可以睇埋㗎，呢兩隻一樣啦，平衡啊嘛，呢隻 common angle 啦。所以 CHK 同 CAB 咧係 similar triangle， 亦都即係話啦 ，HK 除 A 呢個嘅 AB 細三個人嘅邊長除大三個人嘅邊長，呢兩條啊，紅色呢個 HK 除 AB 就等於咩啊 ？CH 除 CA。綠色呢個，好啦，咁咪用翻呢個 similar triangle 特性啦。CH 除 CA 係幾多咧？首先 CA 咧就即係2倍於 CH， 因為 AC 就比 H 咧就 cut 咗2等份啊嘛。AH 等於 HC 噶嘛。約簡。HK over AB 咧就係1/2，所以 HK 比 AB 咧就係1:2。你發覺啦，就可以完全純用 plane join 嘅角度咧去解決呢個問題。當然啦，有同學咧佢就用翻 equation 嘅角度計翻 H 嘅坐標啊、K 嘅坐標啊，然後再夾硬揾佢嘅長度啊，再用個除數係得嘅，做到嘅，煩啲啫。